就来看国道1号分林好尾路段，昨暗有一台电动轿车失控，冲出的护栏栽落6米深的桥骹。这个车是当场撞走2节个火烧车，车顶3个人，这个驾驶甲坐伫后座的乘客是轻伤，但是坐伫副驾驶座的男子是害出去车外，重伤死亡。 驾驶并无啉酒，嘛无开辅助系统。伊讲这个车是常常来拍鹅，也就是常常打滑才会冲出去。但是警方对这个讲法是持保留的态度。用红色的挡板甲撞走2轨白色特斯拉围起来，消防人员开始向挡板内底喷水，让一直呛烟的电动车来降温。 需要大量的水，因为当时特斯拉为国道摔落，唔那撞走2轨，搁导火。消防人员把火拍花了后，车内电池嘛是一直呛烟，车身嘛有90度的高温，现场人员是唔敢凊彩。用我们那个县府的防汛隔板，先把它围成一个水池，然后用大量的消防水车的水去帮它做一个。 将电瓶淹没的动作，持续的来帮它降温。这个车祸发生在分林好尾，当时驾驶为好尾交流道上国道，车雄雄失控冲出去护栏，为6公尺悬的所在摔落去，当场撞走2轨。 救护人员伫咧现场敲找，车内拢总有3个人，副驾驶座的蔡姓查甫人当场放救出车外，无性命现伤。经过抢救也是救无活，那驾驶甲后座乘客拢是轻伤。在上面打滑，打滑，还是开很快吗？你是记者啊？这不用。事后警方调查，驾驶无食烧酒，不过感是为打出来造成事故，警方是保留态度。驾驶表示会使用 辅助驾驶系统，详细原因仍在调查。这个车祸，搁地属台电通信，搁有有线电视业者的线路松动，工作人员一透早就来修理。严重的事故造成1个人死亡，车搁撞走2轨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警方搁爱查明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